Heavenly Father.我起个音哈。若是有你会来，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有遐尼大，风也这尼大，有你同在无摇抓。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无畏寒。海水的高，石头的软，你的疼叹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高，石头的软，你的疼叹无变换。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怜惜我。若是有你，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有遐尼大，风也这尼大，有你同在无摇抓。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高，石头的软，你的疼叹
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大石头的路，你的疼痛无变换。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怜惜我。海水的大石头的路，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大石头的路，你的疼痛无变换。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怜惜我。咱做伙来祈祷吼。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有伫阮做罪人的时阵，主耶稣你就为阮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主啊，阮感谢你对阮的大恩典，阮一生阮要学习伫主的内面，甲主相结连，互圣神来引带我。阮每一个时间要甲主同行，虽然会拄着侪侪试炼、侪侪苦难，但是阮拢要靠主，要来凡事来求问主，来靠主来赢过，来行过这一切。将阮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阮的讲师张德林牧师，伊的传讲互伊有智慧、勇气，甲阮来分享。主啊，求你甲伊支持，保守阮每一个听的人拢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下面咱个时间交互张牧师。你们兄弟平安，我足配合的，遮尔热，安尼大家人游玩，安尼拍拼来到这个所在，要来思考咱做伙想要探讨的问题吼。愿上帝赏赐咱，互咱伫这时阵有够额的气力、精神，伫这时阵，希望通过点半钟，大家做伙到遮思考，互咱的灵性来进步。大先要开始的时吼，我先介绍大家一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可能恁知，可能唔知，可能有咧用，嘛可能无咧用。但是我趁今仔日这个时阵吼，我甲大家讲者，比如讲我手摕一本是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唔是干圣经的翻译尔，你若变伊后壁，拢有一寡名词的解说。这个名词的解说，拢通过真侪神学专家，替咱字写落来，一摆一摆讨论。像阮即个现代台语译本后壁的名词解说，阮头尾差不多读4摆过，有起错的人，大家一摆搁一摆读，看了好势妥当，才甲写来。所以。这是足侪人真费心的所在，咱若有吼，后壁小可变者，加减拢对咱有帮助。比如讲，甲今仔日咱有关系一个物件吼，得救，这安怎写呢？得救伊写救恩啦，救恩第11位所在吼，伊。寡妇写一个真救，伊是安尼写：只上帝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的死甲复活，拯救人类脱离罪恶。我顶讲咧讲咧，伊简单甲咱用足地话讲出来嘛，
甲伊恢复正常的关系。我搁读一摆哈。什么叫做救恩？什么叫做拯救？什么叫做得救？只上帝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的死甲复活，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甲伊恢复正常的关系。啊，先煞甲大家讲，恢复甲上帝恢复正常的关系，伫神学上也是讲伫保罗的批信中间，常常爱用称义这两字来讲。所以，咱甲上帝关系已经拍断，是安怎断去？因犯罪。啊，咱的声无法度直接通甲到上帝遐，咱迄个罪挡伫上帝甲人的中。啊，拯救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个中啊挡的物件摕掉的，人甲上帝迄个沟通怎啊好好？啊，这就得救。啊，这就是称义，哦，这我伫头个所在，我先讲者。所以，咱若咧讲得救的时，甲因信称义有关系。得救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得救。哦，啊，过来我要回答一个问题，咱今仔日题目啊，一个因信称义，也是一个得救的人，伊敢着爱有得救的好行为。也是讲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伊敢着爱有因信称义的行为。我感觉保罗的批信已经甲咱回答这个问题。保罗的批信差不多罗马书啦、加勒泰啦伊的头前拢差论甲教义，拢足济，包括罗马书，包括加勒泰加勒泰讲，互人称作基督教的宪法啦，或宪章。啊，罗马书主要拢咧讲因信称义，就第1章甲11章，讲起因信称义。保罗就伫遐论辩旧约遐物件已经甲咱无关系啊。对咱今仔日开始，咱是通过信甲上帝和好，咱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囝。通过伊的死甲复活，咱已经甲伊过好啊，定生过好啊。这是1章啊11章，过来12章到16章，伊就咧讲伦理生活。得救的人，伊应该有啥物伦理生活？因信称义的人，应该有什么款的伦理生活？对保罗来讲，这绝对拢无问题。今仔日恁这题目精彩，毋免去遐问，我绝对讲会讲，得救的人应该爱有得救的生活，真趣味。你也看伊这中12章第1节的所在我昨来落雨我足惊，我迄本已经谈一摆过我迄本是较宝贝，阮几个内面翻译的人，阮有大家拢有签名。迄本佫叫烂去我要搁来找迄几个签名啦，毋知要倒找所以我想讲来遮找一本好。哇，到台中煞歹找啊！无要紧，我安尼献归现代中文的本拢相像有一个特点。恁不管现代台语的本也好，迄个和合本也好，也是讲这个现代中文译本，12章第1节拢安怎开始？我读互大家听现代中文译本，所以弟兄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得到他的喜欢，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的敬拜。第2节，不要向这世界看齐，要让上帝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是他所喜欢的。我要讲，你甲注意第1句，所以弟兄们，好啊，本嘛，所以弟兄们，现在大家也本嘛，所以弟兄们，这所以开始就头前的因为啦，已经有假设头前的，因为你有德性，你有迄个已经有因信称义，已经得到救，
所以你就爱有得到救的行为。你去遐变，差不多我看过一本，我到即摆无看过有另外一本无翻做所以的。保罗假设伊伫头前讲的是整个基督教内面足要紧的物件，毋过因为恁了解遮尔宝贝的物件，所以恁就爱有后壁的行为。伊后壁的行为伊讲啥？现代中文的本我咧写的时候，我有甲抄落来吼。第一节，献互上帝做活活的祭，所以恁来安尼做，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第二节，着帮助恁中间散车的信徒，着好款待出外人13节，着祝福迫害恁的人14节，着甲欢喜的人做伙欢喜，甲哀哭的人做伙哀哭。17节，着做正人看做好的事。所以保罗后壁咧讲的伦理，拢是伫头前讲过啊。恁已经是得救的人啊，所以恁就应该真自然，所以就爱有即款的行为。所以今日恁啊，第一个问题，恁就问讲坏，是安怎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好行为？除了是上帝命令以外，保罗先生讲，恁都已经得到救，迄真自然就有即款的行为。到底有啥物款的行为？你来看加勒泰，你来看看保罗的批信，伊伫无共的批信有无相像的强调？像我头拄读遐拢是罗马书的，你若去读加勒泰，有加勒泰讲，所以恁来有下遮的行为，迄有诶伊阁无共，所以逐篇的保罗的批信强调拢无共。毋过我想伫遮无共中间，我要准备即讲的时，我想来讲，咱找一个，无论对一个教派，你讲你是主流的教会也好，你是保守的教会也好，你是迄个古孙节派，就是迄灵魂的教会也好，无论你对一个教派，你拢同意，这是基督徒的好行为。我想的就是这三项，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愿望，第三个是真爱。我咧看一我伫大学的时看一迄个老师的社团，也是讲啥物社团，若要表现出基督徒行为的时，因足爱好一个名，信望爱舍。这就是马上互知影，这基督徒。因袂去讲迄人无啥通穿，我衫互穿会舍，伊袂安尼写，拢写信望爱舍。我今日就。我的思考是安尼，通过信、望、爱那三角来思考得救的人，伊应该行好行为。第一个，当我咧讲信的第一个意思，是咧讲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较早有真济时阵有人。毋知要安怎来表达讲因信称义啦我后来伫一个英语世界一个神学家叫做 Donald Bailey 的册我读到伊一个描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感觉真好。我捌伫北部几个所在讲过我今日伫这个所在来讲啦这个故事是一个神学家伊咧想讲，我要安怎搁较简单来表达。人绝对无可能通过家己的努力来到上帝迄个所在，独通过信心信上帝，耶稣是上帝的囝，咱相信迄个时阵，咱就随互上帝接纳，行做基督徒。我要安怎表达这款的思考？伊就讲一个故事啦讲这个故事是安尼讲有一对翁仔某啦感觉讲。翁仔某遮尔济年迄个翁仔某中间的情爱嘛是爱经营啦，毋是讲两个结婚20年啊、30年啊、40年啊，清清彩彩啦，这会使马马虎虎，毋是到较济岁，都爱努力去经营。
伊两个讲啊，咱来想一个较好的办法咧。囡仔吼，啊来生即个囡仔出来吼，啊咱真辛苦，咱是毋是吼？来出外啊来佚佗十几工安尼啦吼。哇，翁仔某拢讲好啊，讲好像啊，这红兄哦，才一2岁尔呢。啊，你红兄若抱出去就煮啊炸咧，啥物物件拢炸去，啊都免算啊，服在这红兄就好啊。安尼哪有迄款？咱头拄咧思考咧讲，安尼翁仔某安尼通过旅游啊，互翁仔某感情佫较深安尼。两个人参详了，啊，譬如讲伫咱教会来，啊，就是问啊王长老啦，吼啊，咱啥物长老咯，啊，就开始问啊，咱教会有某个长老顾囡仔上贤无？上贤骗囡仔，咱台湾话骗无一定是歹意思啦，吼，上贤顾囡仔无？哇，问，逐个人拢只用某一个姊妹啦。迄个姊妹上好，上有疼心啊！迄个，甲囡仔斗阵，伊足有办法咧。好，明仔载要出国啊，今仔日就请迄个姊妹来处理。啊，无明仔载凊彩一个人来，啊，甲囡仔拐来讲，啊，我是你阿姨甲抱走啊来哇，所以先互囡仔看者。这阿姨明仔载要来咱厝里带你哈。哇，囡仔。伊想讲囡仔真欢喜，无拍算囡仔煞惊着，影仔惊着。迄个阿姨吼，细汉时捌去火烧着，啊面貌真歹看，啊所以囡仔看着会惊，看迄个生做伊会惊，这我想咱拢会当理解。毋过老爸老母的想法是啥物呢？顾囡仔上要紧是疼心甲方法啊，甲生得水歹无关系啊。所以明仔载嘛，照常搁出去。好来，这个故事重点伫遮啊。即剩啥物人伫咧？剩这个红兄伫咧，啊剩啥物？剩这个教会这个阿姨伫咧，就是这奶妈伫咧。啊，这个阿姨，这教会这姊妹，头拄仔讲，伊是足有经验的一个顾囡仔的人，一个顾囡仔阿姨。啊，既然伊真有经验，伊对囡仔的目睭中，伊就知影，伊甲即个囡仔关系无好势，是安怎？囡仔会惊伊，迄个惊就是关系已经断裂啊！啊，要安怎做？伊就主动提出一个计划，譬如讲第一天，我带伊耍沙；第二天，教会有囡仔的啥物活动，我就带伊来参加；第3天，我就带伊来海边佚佗；第4天啊，伊就提出一个甲这囡仔关系好好的计划。到12天后，爸爸妈妈回来，这个倒哪就买你讲，我这个故事结尾甲恁讲，就是迄个囡仔无要甲爸爸妈妈耍啊，伊要甲这个阿姨耍。伊甲咱问一个问题。这个囡仔甲阿姨关系的和谐，关系修好，是囡仔的努力是吧？毋是啦。伊咧讲啥物？伊咧讲人甲上帝的关系啦。人甲上帝的关系，毋是通过人家己的努力啦，会败坏人的努力，毋是啦。是上帝已经伫耶稣基督内面，甲咱安排一个好的计划。你唯一会当做，就顺服伫伊的计划内面。听耶稣基督的话，顺探伊的话，接纳伊做你的救主。你迄个时阵，你随时甲上帝关系好，因信称义。这保罗讲，简单讲就是安尼尔。毋是我想要创啥，是上帝已经伫耶稣基督内面替恁安排好啊。你唯一当做的就是信，信就是信而顺服嘛。较早教员诗歌有一句。挂着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信的顺服嘛。你顺服伫这个计划内面，你迄个时阵随时就甲这个甲上帝、甲这囡仔、甲阿姨关系就好势。伫伊的故事内面，这美丽安尼讲，美丽恁可能较无注意听着吼，美丽是英语，可能阮若读神学时吼，阮拢较会爱读迄德国的神学家吼，我感觉读了较有滋味吼，写了较深。不过这美丽是倒脑甲伊小弟啊两个人吼，两个美丽吼，是少数伫英语世界内面兄弟啊，拢非常精彩的神学家吼。这个第一个，我信上帝。
我信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已经替咱准备一个救恩的计划。我将我的心开，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我的心内。我迄个时阵随时就甲上帝关系好好。这就是我信上帝。你除了这个，你无别条路。无免烧香拜拜，毋免去创啥，毋免讲去参加什么团，拢毋免。就伫耶稣基督内面接纳伊做你的救主，你尝试迄个时阵，你就已经甲上帝关系好好。这是第一个，我信上帝。第二个，我信任我的厝边。我先讲的，今仔日咱这个社会咱的厝边足歹死是真诶啦。特别足侪迄款诈骗电话，你就听来讲，转去讲，牧师讲叫我相信电话举开拢总听你会惨。你先听我讲了我讲诈骗电话，我相信啦，听到的人一堆啦，我也接一堆啦。阮厝我甲牧师娘一个查甫，一个查某，查某两个拢要去用诈骗过。牧师娘查一点点嘛去用诈骗过。点入来，哭，妈，我去用绑架啦！哎呀，心狂心一狂起来，我听，声要成，迄个拢你家己已经家己乱去啊啦。我无相信讲啥会遐成咧，是讲我的想法是安尼啦。伊讲我啥都要成。伊讲好甲在迄阵，敢若有一个理智甲伊顾掉咧，想讲无简单甲试看卖，甲问看卖。讲妈妈生你你大腿遐有一个痣，迄痣是你正腿还是倒腿？无影啦，是摸甲试看卖，讲看安尼有效无？讲迄个电话讲。妈，什么时阵来？你我咧讲这电话哭者就挂断，骗的啦，所以你今日我的话你听好清楚。我咧讲就信任厝边，意思毋是信任每一个诈骗电话毋是信任诈骗电话。即款物件咱真正爱真细致听真侪人的经验听迄落无迄差不多对早甲暗有甚至我阁无啥晓迄手机啊，手机内面嘛足侪出来，我拢嘛听下转去甲阮囝问，阮囝讲迄骗人的啦。我所咧讲的信任厝边是什么意思？这有一个根本的意思，就是讲人甲人中间。确实有一个基本的善意，人对人中间，特别伫教会内面，咱信主了的人，对咱的兄弟、对咱的姊妹，咱有一款基本的善意。破病要去看伊，真心爱伊已经好起来。囡仔考试考了歹，真心甲安慰，袂讲我。顶届是阮囝考了歹，伊咧甲我笑，今仔日换我笑倒转去我想伫兄弟姊妹内面，袂有迄款的迄个情绪啊。我有一摆就安尼啦这个毋是教会内我这手跳倒摆去弄一个这骨叫断去。我印象真深，我咧倒摆切落时一堆人围过来，一个甲你遮雨伞。一个对遐敲迄个电话叫救护车，我一个老外讲有没有怎么样？我后来知伊老外，我还袂看，我就知影老外有迄口口，咱一听就知影老外。我想这人拢无咧想讲，敲定毋知有迄个电视台来甲我的面翕起来卖，伊拢无咧想这，因真自然讲，这个人需要帮衬，我来甲帮衬一下。就是无信上帝的人，我相信因中间有缘有即款的物件，即款的物件咱来欣赏，来学习。就是伫外邦人中间都会安尼。
咱彼此中间，佫较应该安尼。咱爱彼此相信讲，咱爱信任咱的厝边，特别是咱教会内面的人。我举一个例啦，吼，这个例无讲真好，不过是事实的一个经验啦，吼。我捌一个教会吼，有两个长老，一个咱甲叫伊 A 啦，吼，啊一个叫 B 啦。啊，这 A 长老是咧做装潢的，迄人腹肚大块啊，A 大块啊，啊若一支笔下倒遐，你就一看到啊，这咧做装潢的，咧做头水的，哦，咧共改厝，咧设计，咧修理厝的安尼吼。啊 A 长老是安尼，啊 B 长老吼，伊是校长。哦，迄人嘛免叫，迄行落路就是迄个校长班，自然就会出来吼。A 长老吼，人真好，迄个好吼，真正我真少看。做一个教会长老，伊差不多每一户发生什么代志，去甲因谈，去甲因看。啊，私人阮遮规个真好吼。啊，若拄到什么代志，伊会当帮忙，伊尽量帮忙。比如讲，一摆即个米长老吼，毋知什么病，我即摆无啥会记咧，啊去带营长。啊，米长老会囝伫高雄，查某囝伫加拿大，啊，拢无法度倒来身躯边甲斗顾，跟长老娘咧甲顾。啊，伊想讲长老娘一日顾24点钟。啊，这哪个这时间哪挡会掉？啊，所以这个 A 长老就甲 B 长老，这个长老娘讲，长老娘，你毋免烦恼，咱两个来排，吼。比如讲头6点钟你来，过来啊，2点钟我来，过来你6点钟，看安怎排啊，做你排，你甲我排入去。这个长老就是好甲这款程度的长老，迄毋是伫礼拜日就才看到的长老，是伫你生活中间。你拄到欠缺艰苦时，会长老，啊，毋是讲我经验过，足侪人尾仔讲出来，哇，拢是即款，伊拢是表现即款型，真正会当诚做正人模范。啊，就一摆吼，轮到伊顾这个米长老啦，啊，这米长老我讲，迄坐伫迄所在吼，啊，都共坐咧，人拢自然一看人就感觉伊是校长迄个型吼。啊，伊安尼一口气安尼衫穿得普通啊吼。足爱安尼去笔插到遮，吼，看到毋知人的属下还是啥物哦，伊怎看讲医生入来，要做身体检查，就想讲，互伊甲医生去讲，人个毋知有啥物秘密，咱莫听，伊怎出去外口，出去外口无偌久了后吼，一个讲了，迄医生就出来外口，甲迄个 A 长老讲哦，先生啊。恁头家吼，恁头家咧找伊，会使入去啦。所以后来吼，伊拄到这个校长吼，这个长老吼，咱开玩笑讲，头家啊，头家啊，我甲你报道吼，咱常常安尼，人真恁若恁听我讲，听我安尼讲，啊，恁若真正甲伊安尼做伙过，我想恁诶，逐个人都拢感觉伊真好。啊，真无彩，伊过身啊，着癌。伊过身了后，啊，阮有一群人，到伊差不多过身迄个时阵，1年后，2年后、3年后，阮逐年拢差不多迄个时阵，阮会组织。啊，当然，伊真爱食迄小吃啦。啊，阮就一人炸一小吃来吼，啊，大家都在遐食，大家分享，啊，讲伊故事，啊，才哪来哪知影伊做过什么款代志，啊，迄落，我真正是，我到今年，阮已经过啊，啊，今年才佫听过伊的一寡故事，我才知影讲，哦，伊拄到偌尼大的代志，心偌尼大的艰苦，问题出伫对。伊长老娘啦，两个人实在无法度去做伙。
啊，问题出伫对，阮逐个人安尼听起来吼，啊，逐个人感受最后拢一致，甲张老娘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原生家庭有关系，安怎讲呢？张老娘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就过身，足细汉的，啊，伊佫一个小弟，啊，一个牧师。叫伊来因兜，啊，互伊三顿食，这足好诶代志啊！毋过，迄牧师我莫讲名啦吼，伊诶牧师娘无同意，所以常常歹面色，互这个甲小弟看。所以伊对细汉就认为讲，包括伫教会人。所以讲好款待兄弟、替兄弟姊妹祈祷，伊感觉拢假啦，无影啦。我亲身的感觉根本甲我讲，毋是安尼啦。这个长老，即礼拜过身，后礼拜张老娘就到即阵就无阁出现过啊。我想干嘛？真艰苦心嘛！啊，哪会较安尼？哦，敢有讲啥物人得罪着伊，也是安怎？啊，有人啊，若想伊嘛参加迄个时阵，参加圣歌队啊，啊圣歌队的时候，啊若较报啰嗦是啥？莫咧讲迄啦，我无咧相信迄啦，类似安尼啦，类似安尼。我咧讲的人甲人中间。应该有彼此起码的善意，特别伫信主的人中间，迄款的彼此带导、彼此信任、彼此关心，这个应该是，这个绝对是有，毋是应该是有，绝对是有。我相信，我的厝边一定有即款的代志。若无，我实在讲，我活的时候，感觉讲这世间也无啥物通好期待。我伫我的厝边中间看见济会当做见证的人，迄互我足大困难的。特别是这个长老，哦，啊一个足普通的人，啊清惨嘛足普通的人，啊，你讲啊遐尼济人安尼学到遐尼济人甲感谢，迄实是足少的少。啊，这个，我咧讲人甲人中间应该都爱有比迄个基本的善意。我想伫教会中间，更较应该是安尼。咱信上帝，嘛来信任咱的厝边。第二个，我毋望未来上帝国降临。我想要讲哦，我伫只讲道已经有讲过吼，迄个上帝国的，我差一两个月啦，吼，我伫只讲道我就讲上帝国的代志嘛，吼。啊，上帝国是耶稣基督信息的中心，这点是真清楚。你若看马可第1章14节、15节，讲耶稣一徛上历史的舞台，伊讲的话就是时机到啊。上帝国特别实现啦，就悔改、信福音。啊，咱要了解上帝国的时，我想咱爱小可注意者，就是讲，伫整个的新约内面，咧讲上帝国吼，伊用3种方式来讲。头一个是过去式，耶稣咧讲上帝国是过去式。譬如讲，恁看路加13章28节，马太8章11节。这个国度伫以前就已经存在啊！耶稣讲，亚伯拉罕、以赛亚国甲所有的先知，拢伫这个国度的内面。这耶稣讲的，恁别家己编圣经吼，路加13章28，马太8章11。第二，耶稣咧论上帝国，伊是论讲这是现在的代志。伊讲上帝国就伫恁的心里，这是用现在式，路加17章2节。所以上帝国是这个时阵啊，是这个所在的。第三，耶稣嘛论到将来的上帝国，
因为伊教是咱伫主的祈祷文中间，甲咱祈祷讲，愿你的国降临，迄是用未来式。愿你的国降临。上帝国是要求每一个人的意志、心神、甲性命全部拢降服伫上帝。所以只有咱每一个人将咱性命全部拢降服伫上帝的时，上帝国才会当来临。虽然伫过去亚伯拉罕已经伫上帝国内面，以撒、雅各拢伫上帝国内面，即马嘛有人接受伊的性命的主权。毋过，这并毋是全世界每一个人拢是安尼，所以咱犹原爱阁祈祷，愿上帝国期待上帝国将来降临伫即个世上。啊，这是主的祈祷文咧讲，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咱犹原期待，因为到即阵毋是讲每一个人拢总降服伫上帝国的内面。第二个。我毋望通过我的参与，互世间更加可爱这故事拍动我心真深啦这故事是1944年12月，伫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时，德军已经差不多迄个失败的状况一直要出来因就将一寡伫战争中甲老爸老母拍散去煞毋知爸爸妈妈对去，即个囡仔，甲掠去德国的一个北边的所在，然后去荷兰掠一个俘虏，来甲因做伙，即个俘虏叫做鲁巴。鲁巴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伊的先生甲伊的囡仔，拢互德国军人杀死。2年的中间，伊一直问家己讲。我活来是要创啥？先生也无伫咧，囡仔也无伫咧，我活到这世间是要创啥？伫集中营内面，这个女吧，伊为这个囡仔找食的、找穿的，伊清楚知影这样代志。这个囡仔的老爸老母一定期待。有人伸手因帮衬的手来帮衬伊的囡仔，一定期待啦。所以伊尽伊所会，伫迄个时阵来帮衬这个囡仔。是1945年4月，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这咱拢知影的代志德军掠这甲老爸老母失散的囡仔，拢总甲掠。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剩52个。鲁巴帮衬这个囡仔找因的亲人，一个拢找了，伊才开始找伊的亲人。不过互伊感觉真艰苦，就是讲找无伊的亲人，拢联络袂着。尾仔伊煞去美国住，一直到1995战后50年。活落来囡仔，因联络着鲁巴，联络着，因搁一摆为伊准备一份真宝贝的礼物。伫集中营的时，这个囡仔挵家己腹肚，欠一条棒，去共换一条丝巾，来互鲁巴做生日的礼物。即摆因互这个故事。互荷兰的女王知影，女王怎献你一样物件？迄个奖励一个物件，就特殊人道贡献奖。这活落来囡仔，上细汉的德勤安尼讲老母甲咱讲，伊生阮落来，总是伫危急的时阵。是鲁巴阿姨保留阮的活命。我上感动的，是过来的故事咯。鲁巴当真济遐电视台啦，真济迄个媒体咧甲采访的时阵，伊甲因讲这样代志，我毋是英雄，
你毋通甲我看做英雄。阮翁甲阮囝死迄2年，我毋知为什么咧活，我完全毋知影。勇是遮可怜的囡仔，我想讲我活咧还佫有意义。这个女啊，伊通过伊的疼心产母，互伊伫这个真残忍的战争的中间，咱犹原看到上帝的慈悲甲怜悯啦。通过伊的产母，互咱知影讲，上帝恩典通过这个人，互咱看到讲，这个世间佫较可爱。无这个世间，尤其20世纪大战，讲是安怎会发生这款的事？你有看到集中营迄款的故事，哪会发生？嘛，因为伫集中营，伫20世纪大战这个代志了后，以色列才开始复国的。迄迫切互因想讲，无国家保护，阮真正是会佫凄惨落去。你知影以色列从因亡国一直到即阵复国，安偌久啊？恁敢知？已经伫主前，因有一个马卡比的独立运动，短成功。迄差不多主前的差不多100年，短成功。了后，同一直到即马差不多安尼1955几年，确定的时间我无记掉咧吼。安尼犹太人才复国，迄真正是咱无法度想象的一样代志吼。这我希望通过我的产母，互世间佫较可爱啦。第三，我要听上帝。休到当时5分钟，好，咱休5分钟啦，要上便所，小上便所者。
来，咱佮继续啦吼。咱信、望甲仁爱，仁爱第三项。我想头一项，咱爱来讲，我听上帝；第二项来讲，我听厝边亲像家己。听上帝吼，有几啊种的听法，有几啊种的表现法。不过咱伫遮，咱讲听上帝，我要用讲对天礼拜堂迄种的热心，对传道理迄种的热心，吼。我要记一个人吼，这个人我想应该足侪人爱知影吼。尤其是中部遮啦吼，这个有人写到翻做干部，有人翻做这字干部，拢无要紧啦吼。梅干部宣教师吼，知影梅干部宣教师的人举手者，哇，感谢主，好你加在，大家拢用要甲袂记哩啊！这个实在是有影无简单的人吼。伊1895年带日本人占台湾迄年，伊甲老兰医师两个人做伙来到台湾，做伙对南部用行的，行来到彰化，伫遐开始建立中部的宣教基地吼。两个人特别这个兰医师，我想毋免讲啦吼，差不多伊的故事都足侪，咱拢编出来讲了吼，特别是迄因为新生娘挂皮肤，去帮衬一个囡仔故事，咱侪人拢听过吼。其实伊真忝呢，老兰医师是足忝呢。伊安尼日时看患者吼，下晡伊就爱去教伊遐见习生，伊的见习生足侪后来二次世界毋是日本时代拢做过日本人的迄款汉地医。咱中间家庭有人是汉地医的家庭出来无？就是日本人吼，正来欠医生，就这宣教师教出来学生，我互恁有医生的执照，毋过甲你限，比如讲我限你伫台中的北屯，安尼就做汉地医。足侪人是汉地医的后代啊，周星祖就是啊，周神祖就是长乐教的。兰医生因爸爸是兰医生的迄落这个以前圣经学院王院长，王什么？王英世，因爸爸嘛是汉地医啊。有够济汉地医足济汉地医吼，因的后来囡仔吼，足济全拢变做医生，变做医生家庭。因为伊家己做医生，感觉袂歹嘛吼，经济也改善，嘛会当帮衬别人。伫教会内，逐个人拢尊重，做这个头路袂歹，鼓励囡仔来考医生。你拢无法度想吼，日本人总督府医学校就今日代医学院，正开设的时候，咱的人是搞不清楚做西医要创啥。马街要伫咧，马街1901年才伫咧，1899年总统府医学校就开始啊。马街伫北部足济会友的中间，也是教会，就一直讲这个代志。这项头路好，会当帮助别人，佫会当改善家己的经济，佫迄个真好的头路。马街头几届人受马街影响，人去读医生的人真济呢。我这莫讲伤济，老兰医师，我想伫咱中部迄毋免佫讲。但是梅干部吼，我感觉较少人讲咧。梅干部有一项代志吼，我感觉足佩服。安怎讲？伊伫即个日本时代，伊所有的宣教师内面，差不多梅干部是唯一的，安尼用脚行每一个田庄，用安尼沿村沿街布道的方式，安尼家己。迄个分喇叭啦，就讲上帝找伊胖健的囝啦。我阿嬷就是安尼来信主的啊。我一寡人你囝穿做啥款？是穿什么衫？是偌大汉？我甲伊斗找。恁拢上帝胖健的囝啦，对我当下礼拜堂啦，伊都拢一步啦。毋过伊即步佫有效咧。
伊个一直招，啊，若有破病就介绍去咱医生遐，啊，迄落就是甲因关心帮忙安尼。我有记录吼，伊安尼行过几个田庄呢？伫中部遮吼，伫今仔日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中部1100个田庄，有900外个田庄，伊安尼用骹踏过。伊创立鹿港教会、二水、柳园、溪湖、清水、大理、丰苑、丰原、草屯、园林、赤水、德山、大道、大城、田中、北投、二林等等的教会。啊，咱毋通想讲伊是安尼。当然，宣教所的薪水一般来讲，迄阵是比台湾人过得加好嘛。啊，但是伊感觉讲，我这真是要欠起来奉献给上帝，毋是要互我用的，所以衫嘛拢穿甲足凊彩。啊，坐火车较早日本时代车是3顶车呢，1顶、2顶、3顶，就是讲共一台车速相像，毋过装潢有1顶的装潢。所以那像即摆高铁第6车啦，吼，高铁时速嘛相像，嘛第6车就2倍啊，就亲像安尼啦。每干部就专工去坐3顶车，伊的名言是讲：我若坐2年的3顶车，我欠起来会当去礼拜堂啊。这实在是足无简单的人。我才有一个记录吼，咱大家去想看觅，我有当讲，即款人吼，伊来遮日子都好过甲对啥哩吼，啊，伊是安尼真正呢，克勤克俭呐，遮勤俭甲吼。伊遮有我遮有一个记录安尼写吼，若有所在要去上帝圣殿吼，伊就认真拍拼，啊为迄所在发热心吼。1909年彰化教会订建，工程费是12000块，每牧师献4500块。咱毋知影偌济钱，不过你若想讲。起一个迄间的大礼拜堂，彰化教会是大教会呢，伊奉献1/3较低呢，啊老兰医生呢奉献4000块，彰化教会所有的人奉献偌济3500。哦，我去遐抄一份记录来，啊通知影讲，迄阵的宣教师，尤其迄19世纪尾啊20世纪初吼，啊19世纪啊，包括甲甘威林嘛是拢相像，你看遐人，逐个人拢嘛用行。无法度想象啦，讲到用行吼，我有当想讲，后来我去才想到一样代志吼，就教会公布吼，足早就看这个彰化医院的消息，比如彰化医院欠一个见习生啦，彰化医院欠2个护士啦，哦，啊，各教会若是有下书下这条件，请甲迄个总机联络啊。迄个时阵纵贯线还未完成呢，是啥物人送批的？你有想到这款人哦？是今嘛大社教会是敢台中中会？大社是台中中会，大社教会一个兄弟，人拢叫伊长骹。安尼哪行哪走，啊送来个南部，啊南部若有啥物会再搁哪行哪走啊，搁地倒转来啊！我感觉迄个时阵，即摆看起来遐故事实在是拢真甘心啦吼！我记一个人吼，这人叫做吴喜盈。南部五角的囝啦，吴喜用读新人医，读新人医，
了后，伊发现一样代志，咱若是要起礼拜堂，拢靠宣教师靠足济。我咧看这记录的时，我咧想讲，头拄咧讲中华教会起礼拜堂，两个宣教师献2/3以上，这可能是迄阵的常态，迄可能是常态。咱大概到战后，咱的教会毋莫讲到战后嘛，差不多到日本时代以后，差不多较稳定以后，台湾教会才渐渐经济上较好势。甚至到战后到700年代以后，咱的经济才渐渐好势。吴以营就是伊安尼做传道师，开始去牧会因教会，伊就发现一项代志。逐摆若是要起礼拜堂，就是安尼额头外国的英国教会会当补助偌济，额头加拿大教会会当补助偌济。吴以营决心做一项代志。我感觉讲到即阵，我嘛是讲，因为我做无使来。伊怎啊决心暂时离开教会，去做生意，去种油啊。伊望伊种油啊赚的钱，规个要奉献互教会，互教会的经济较好个，莫一日干靠别人。三自运动，自立、自用、自团，吴以营啊。这个人吼嘛是迄个穿查足简单、足凊彩的人。哦，一摆迄个我遮有写吼。讲高道行啦吼，讲一摆伊两个人要募款啦吼，经过一条溪，高牧师穿着较体面。伊穿到安尼有那破，结果迄个桥吼，还阁会行哩。迄技术人员，日本的技术人员都高笃行行顶头迄个桥，你叫伊去行下面的溪啦。哦，通知影讲伊是拢清彩彩。甚至嘛后来有人记录这样代志，咱即摆无法度想象哦。较早足济是全部拢摕上来到礼拜堂，恁敢捌看过？要看过啦，少年毋捌看过啊，毋捌吼。迄有诶，佫伫礼拜堂遐，才放迄个塔啊，互迄水流出来呢。我听顶一演迄传道者讲，伊讲传道者所有遐牧师毋敢表现出怎样无好面的表情，嘛是在安尼足自在安尼迄落。迄真济日子，迄个日子，咱已经拢过啊吼。伊讲一摆人迄真善车的人，来礼拜堂，伊安尼穿破，看安尼要跟棺材欠一位，伊家己怎跪落下骹，人讲起行，伊若对人起行，一个牧师安尼落去做这项代志，去帮助破病的人，破病的人去甲因看顾，有囡仔无瓦靠，伊就带转来照顾。做主的工人生活钱无够用，伊就点仔甲因支持。善车会友过身吼，头拄我咧讲，伊就帮忙更加的目的。这个吴以营的故事吼，啥物人上爱讲？就是梅干部。梅干部伊讲，有一天我相信台湾绝对会行到迄一步，无需要阮这宣教师搁安尼行，因为台湾人已经徛起来。然后迄一天的时，伊讲我相信吴以营一定伫命带内面。教会无互伊去休遐尼久啦，随搁也调转来，派去屏东。屏东伊要完成伊一个梦，要起程，毋免靠外国宣教师半角银的礼拜堂，伊去屏东教会，看过屏东教会举手，无诶，迄间礼拜堂真正伫日本时代起安尼真正无简单，起行礼拜堂，无偌久过身，
迄间礼拜堂会当坐600外人，伫遐少年，即间教会吴义英牧师，伊捌做过遮个代志，望教会自立自用自传，甚至到某一个程度，伊甲教会请假创啥，我出来甲教会斗趁钱。这是我听上帝吼，上帝你要听上帝几个角度听法啦吼，的故事。我最后要讲，我犹原要听厝边亲像家己吼。这个咱伫这个礼拜时，咱不是会安尼念啦吼。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伊是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学生。我想咱作息，这个咱礼拜拢不是咧念啦吼。我记一个人来讲啦吼，这个人嘛宣教师啦。咱知影地人修的人举手一下好无？应该有啦吼，无可能讲拢无啦。不过地人修互咱袂记哩有够济啊吼。地人修伊的家庭是卫理公会，伊的爸爸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伫迄个加拿大海边啊吼，迄个所在咧做牧师。细汉时吼有一个。对英国来一个迄个医疗宣教师哦，骑一只马，骑到伊面前讲：囡仔，敢要起来坐？伊安尼感觉讲哇，哪会当甲这个人相像安尼骑马，世界做代志也毋知偌好，因为伊知影迄个人是宣教师，迄个嘛是医生，所以伊后来大学毕业了，伊无掠这做满足，伊就想讲，我敢会当做医疗宣教师？要做医疗宣教师，也要先读。先读迄个医学院啊，伊感觉加拿大也无够好，所以伊就去伦敦大学去英国读册。伫伦敦大学读了伊的这个医学院，然后伊伫迄附近的一个迄个孤儿院做住院医师，伫遐捌着伊的太太，两个人结婚，这是1910年啦吼。1911年。来到南部，台湾南部有对一间病院，新楼对无？这对马雅国开始的啊，马雅国开始的病院新楼吼。伊敢做第4任的院长，因太太敢伫遐做护理长。为着要帮助台湾这护理师，搁较有迄个学问的基础。早期吼，你甲想讲日本人。将来是，到变医学院是1917年1920几年时候，日本人头下来是总统府医学校，渐渐变到台医学院，迄个医学师出来，伊安尼行到南部时，你毋免想象讲迄个时阵了。台湾有几个正统讲安尼，日本人你甲想讲正统的迄个医学院训练出来伫台湾咧做迄个，护理师佫较毋免讲，护理师迄阵都会晓注射就好啊。我细汉的时阵看足侪病人拢嘛会晓注射就好啊，也无一定爱读学校啊。即马无法度啊，即马这个无法度啊。迄个年代就是安尼啊，伊为了要加强这护理师的程度。伊写一本内外科看护学，
我伫中，这个，阮伫中山就是超工将内面一篇文章甲翻做即马用汉字甲罗马字汉落，互咱即摆囡仔咱看着讲，1917年的物理学课本到底内面咧写啥？啊，包括收集资料，包括画图，拢第一次伊家己画呢。这毋是讲去人 copy 翻拍呢，伊家己画呢。哦，啊校对，啥物吼，啊正去头次伫日本印，伊拢啊坐船去迄边，啊字校对啊。哦，这真非常非常无简单的代志。这是1911年吼，啊伊伫辛劳对咱足大的帮衬吼。过落来，1918，伊的太太有妇科方面的毛病，就是身体上无啥拄好。啊，迄个时阵台湾的医学也无法度处理因太太的病，无法度处理，无法度伊来转去英国，带因太太转去英国手术啊，处理啊代志。啊，用的时间，伊就到附近啊做迄个时阵的一寡啊，迄个义务帮忙的工课啦吼。到1923，这真心实啊吼！伊1911要参加来台湾啊的宣教事业做医疗宣教师吼，伊是甲英国申请的，啊，所以英国申请英国的教区到啥物所在？包括到台中啊，到即个大甲溪啊，啊大甲溪以北这是加拿大的迄落因的教区啊，啊这嘛毋是讲送规定的啦，啊，就马甲迄个时阵，甲李秀牧师两个人啊，安尼行到遐，两个伊滑头转去，啊我滑头到大甲溪，啊迄个马甲对转去北部，啊李秀牧师要转去南部，啊两个再见，啊再见，我用大甲溪做界啊，这样无啥物道理。啊，后摆若加拿大的宣教师来，啊，拢从你的范围到遮哈。啊，若英国的宣教师来了，你的范围到遮。哦，咱大概是安尼分的。所以，咱即摆嘛是到即摆拢南部教会咧处理啊。哦，那用咱教会来讲啦。哦，用咱教会来讲。啊，1923年，伊参加加拿大的宣教团，所以即个派对马街啊。伊加拿大较会当送你去马街尔嘛。袂当派你去对啊，所以他变成马街第3任的院长。啊，伫即个第3任的院长中间哦，又做一项吼，互人到即马足少年的代志。台湾头一个认真要处理遐治疗太高病的人。这个问题是安尼，伊伫南部吼已经都看到有一个个案。哎，就咧想北部应该有哪有？果然，伊1923年来到北部的时阵，无偌久伊就发现啦，北部有，毋通咧，搁哪来哪济？所以我才有一个资料吼，我读互恁听吼。伊对1925年到发现到1925年发现头一个病人，到1927年设立特别皮肤科门诊。什么意思呢？对，伊来到马开始到1925年，伊就看到头一个迄个病例出来，果然有，伊北部有，哇，佫哪来哪济？啊，到1927年发生一寡代志，爱怎设一个特别的空间？台湾唯一头一摆开始的，这有咱台湾第一，
就这个空间专门就是要医这太科病，哦，较早讲太科病，即摆讲就爱讲汉生病啊啦，吼。啊，这是安怎发生呢？头一个是，迄个路吼，毋是，有真侪迄个患者来吼，啊有诶有要求，安怎要求咧？比如讲，地书，啊，我袂甲恁拍歹物件啦，哦啊，你互我阴暗吼，我倒遮安尼久，倒遮困，倒遮大，好无？啊，地人就惊者讲，啊，你是要住病院？啊，你是无厝呢？我有啊。啊，你是无囝呢？有啊。啊，你怎毋等于甲恁囝大？因为我即摆就甲阮囝大到对。啊，不过阮囝就叫我去住后壁低调啊。咱的人会惊啦，就是老爸嘛惊啦。今日话着啊，啊，就后壁低调做迄度啊，啊，就昨风台哦，顶头迄拢透了，规身讲雨啊，啊，甲沉你咯啊。啊，你着好啊，有一个所在人久安尼，啊，第二就听了有够艰苦，啊，怎啊甲这想尽办法，那么要用一个专门吼，迄个特别皮肤科，就是这个就是吼，这患者通大，我简单讲就是讲，伊安尼起头去找吼，咱详细时间我伫迄个顶头记啦吼。不过我用讲的吼，啊讲较简洁的，较好啦吼。伊起头找到的所在吼，伊就想讲，遮着中山北路也着路暗吼，日本人定心要迄落，啊搁有人有需要啊，人想讲要带到病院啊，是毋是我会当有一个所在看，会当医疗，会当互因带。啊，所以头一个找所在伫对，伫台北回龙啦。回龙即摆的乐生院，即摆是病院，迄就是伊找的所在，吼。啊，伊用安尼起来嘛，甲定落去啊，啊写一个报告书，将即个地吼，我后来买起来，我要去200个迄个麻风病的人会当住的所在。啊，迄阵总统嘛，看人哦，真好。不过后面迄文官吼，伫咧批的是讲，安若遮尔好吼，咱家己来办较有影咧。咱家己来办吼，伫世界咱的名声有哪会较悬呢？咱嘛咧关心这个弱势呢，关心弱势有哪会能变做，互人得到名声的一种物件呢？哦，咱若咧关心呢，结果怎啊？甲这个地意思讲啊，政府讲无要迄落，不过安尼。互出一点仔钱，互你全世界去旅游者，去看人到底安怎办。互遐当面团甲歹呢，台北人抢人的某，啊，迄个人翻译迄个翻译的人，翻译即句话，翻落迄官方听，什么做台北人抢人的某？咱听拢听有啦，吼！啊，你都毋知影，毋是基督徒啊？我什么做台北人抢人的某？啊，就是我整个计划，我想好啊。啊，要吼水要对接，要安怎拢好啊，结果无法度，啊，一笔钱互伊世界安尼观察一下，转来了后，后来伊伫1934年，啊，找到今仔日鳌山湾。对，今日八里这所在啊，八里这所在，迄个鳌山湾知影啦吼。啊，结束简单讲就好。到国民政府就来，偌可怜，咱即块土地吼，
讲甲咱看做大地主啦。啊，这个3500，哦，咱这样代志是叮当甲蒋夫人蒋夫人遐去。嘛，蒋夫人暗时要困的是伫咧蒋介石的耳孔边啊，小可讲两句啊。这毋是3500，阮这毋是大地主，阮这个土地遮大是要去照顾艰苦人，啊，食放行人，若无去用3500去安尼。即马即个地还佫伫咧，你要入的时有迄个地震秀的当上，伊的梦就拢还佫伫迄个下骹，这是近代吼，少数安尼为着太哥病的患者、汉生病的患者，真认真，伊做一个牧师囝，伊安尼认真学医术，来到东方，然后我最后讲一句话，我问咱，甚至咱做老爸、做老母的吼，伊迄阵要去甲顾闹山湾的事，我家己原来拢做即款的反省，我敢做会到。我若是对人寿，恁想讲，恁会留到马街做马街病院的院长，也是去做乐山园的园长，做鳌山园的院长吼，遐食饭是拢爱钱的，你爱去募款的，你去募款的哦，我办过一个杂志哦，做新书者吼，一年只预算走300万。哦，一个朋友嫌看到我远，看到我就拼咧走。看你要做迄款的人，也是要做马街病院院长。最近咱敢无听过马街病院为着要做一个董事长，有迄方足艰苦什么代志？历史上都是有即款人。我宁可要做鳌山园的院长，我辞掉马街病院院长。我毋知影到即摆还有偌济基督徒，我莫咱嘴莫讲啊遐好听啦吼。那咱啦，也是讲咱的囝啦，有迄才调，然后到一个程度，两项互伊拣一项。伊若要做鳌山人的院长，你头壳较猫咧，是讲愿上帝祝福你。好啦，我就讲到这啦。我真正是不是咧想即款问题。这样咱足熟的人物咯，伊内面有足济咱还未变出来的故事。好，还阁4分钟，有啥问题无？无咱当心来祈祷。主上帝，阮真迫切，意爱过一个有信心、有愿望、有仁爱的生活，帮助阮毋若信你尔定，常时也要信任阮的厝边。阮毋若愿望未来上帝国的降临尔定，阮也欢喜愿望通过阮的参与。互台中更较可爱，互台湾更较可爱，互这个世界更较可爱。我嘛愿望对你的神的帮助，互阮毋若听你尔定，常时嘛欢喜听厝边亲像家己，亲像伫阮的历史中间，你找济尽忠的工人，因所做的一般样。主求你帮助。互阮伫生命中间得到救，常时也有得到救的生活。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感恩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免。咱阿婆啊，多谢张牧师哈。今仔日牧师对这个信望爱这3点来甲咱讲咱信主了后会当实践的部分吼，感觉真贴切吼，唤起咱
咱对这个咱的厝边啊，还是咱的兄弟姊妹有需要的，甚至是咱台湾的社会，咱会讲遵照这个较侪疼心吼来关心。咱欢迎一下，咱今天有没有新同学哈？新同学那个杨雅婷哈，咱请她站起来，我们欢迎她哈。好，请坐。雅婷住伫咱光大国宅嘛吼，过来兵营嘛，第一届参加嘛吼。春霞姐有报名了今天有来第二个玲珑姐嘛，欢迎你欢迎今天嘛给第一届来，好，安尼咱今天课就到这边后个月6月份，咱要讲的题目是圣行咱6月的第3周要来讲圣灵咱欢迎咱继续来参加，今天就到这好，下课。